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5年7月2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沪市、沪指、沪 A， 还有胡一静老师。今天三大指数出现了小幅的调整、缩量调整，上证指数下跌了0.33%，深成指下跌0.22%，创业板指数下跌0.23%。沪深两市成交额1.8万亿，比前一个交易日减少了将近600亿，一个缩量下跌。上涨的个股呢2500家，下跌个股2700多家，市场呈现震荡整理的特征。昨天的节目咱们说了，由于沪市连续上涨，实际上积蓄了比较大的风险，调整一触即发。那今天算是一个调整，微调，后面是不是继续还要调整？大家多关注啊！今天好像券商板块比较活跃，由于最近这个沪市的特征都是靠小道消息和一些利好，比如说世纪工程，比如说海南要风光封岛，比如说传言了1万亿的刺激等等，沪市指数走得相对不错，但是所有的热点它都非常短，持续性不强，这个加大了金融消费者的操作的难度。如果你频繁换股，不仅不赚钱，恐怕还要赔钱。你要不换股操作，你那一只股票它就是不涨。如果你是短线技术再好，你很难抓住这个亚浆概念，也就是那个水晶状板块，弄得不好你要赔钱。除非是你提前埋伏进去，你有小道消息，那你恐怕就吃几个涨停，非常难。除了权贵，除了镰刀来割韭菜的，谁能有这样的消息？虽然指数已经到了3600点这附近，但是随着今天的一个小小的调整，恐怕很多金融消费者兜里的钱还没捂热就已经没了。前几个交易日我都一直说，你有10%、20%的收益，赶紧就跑吧，不要说沪市没给过你机会，给过了，你自己不珍惜，非要坐电梯，后面可能还要付费，这个电梯不能白坐啊，现在电都挺贵的。但是这个咱们沪市永远不缺故事，不缺题材，也不缺吹鼓手。搜狐财经报道说，7月25号，市场传出申万策略坚定看到上证8000点的消息。申万研究所相关人士回应称，申万策略团队从未发布过此类信息。不过，相关人士也强调，他们一直坚定看好中国股市的长期前景。这一观点早在今年4月9日就已经明确表达。什么意思呢？4月9日，申万宏源现研究所所长王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我们正站在20年未见大牛市的前夜。现在是大牛市前夜，申万认为这一轮要涨到8000点，这是我看到的，这个算是券商正规军正规的机构居然给出8000点，马上就要给沪上大爷啊，上海的那些街头那些上海大爷说了14000，就要遥遥呼应了。先是8000，后面就有人说是10000，10000就有人说14000，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啊。这个专家说，基本面上有几个支撑因素，一是渐进式地产政策已逐步体现出了效果，部分区域房价已回到了政府首次提出的房住不炒的2016年的水平。从金融学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不需要用政策继续刺激房价上涨，只要做到让房价下跌速度趋缓，市场的风险偏好就会回升。这个不太清楚，这个房价下跌趋缓和股市到8000点有啥直接关联？我看很多房吹放个屁都是利好房价上涨。美国发动贸易战，利好房价上涨；美国不打贸易战了，又利好房价上涨，对吧？加息了，利好房价上涨；不加息减息，又利好房价上涨。政府开会了，利好房价上涨；政府憋着没开会，又是利好房价上涨，你就没招了，你知道吧？就这些房吹，反正一切都是利好房价上涨，但偏偏房价就是不涨，也是仇人。所以专家说，房价下跌速度趋缓，那沪市那边就能到8000点，这个逻辑很强大。它第二个原因，他说渐进式的财政政策最终也会有累积的效果。如果加上政府专项债、土地财政的补贴，广义的财政赤字率已达到近年来的高位，这也会支撑未来经济向上。这个专家还没整明白，沪市它并不能充分的反映
经济形势。也就是说，一般的来说，一个正常的股市啊，资本市场它是经济的晴雨表，经济好股市就涨，经济不好股市就跌。因为经济好，那上市公司的利润就高，资本会更看好。这个指的是通常意义上的资本市场啊，是没有计划经济，没有强有力的手干预的那个充分的用市场来调配这种经济，这个资本市场才是这个经济的晴雨表。那咱们这儿你自己看一看，我们的指数那是尽量要听指挥，并不是完全市场来决定，还有一只有力的大手在里面指导。所以你再厉害的海外的机构来了都得交学费，因为它不是个完全的100%的这个市场经济，它是个计划加市场。这个专家说第3点，他说2024年年中以来提出的反内卷，以光伏产业为例，在供给端通过市场化方式引导行业健康发展，最终摸索出一条路，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从而实现经济在供需平衡上的变化，提升企业盈利水平。这个我也不太懂，就发现咱们国家这专家就是厉害，就厉害在这儿。咱们国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专家，他只有那叫什么？我记得一个相声叫八马褂。这些专家他不是提出自己观点，他是为了像胡锡进老师一样的实施雕盘，负责叫好，负责解释的。无论你出什么政策都是好的，他就负责解释那个好。反内卷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有力的大手。反内卷本身就放弃了市场为导向，由市场来调节。内卷什么意思？不就是市场导致的吗？你自己玩命的去投资，各个地方政府也玩命投资，搞新能源汽车，搞光伏。能过剩，他就要卷，谁都不愿意心甘情愿的说，我投了10个亿，我自动退出，我这10个亿我就倾家荡产了，不能够，银行也不干，政府也不干，所以他玩命就得生产，就得卖不出去怎么办？就得压价，互相卷，这本质上是市场导致的，由市场来调节。如果政府要反内卷，那就政府从自身，你得节约，大头少分一点，把这个利润多留在这个体外，小头这儿，你把税降一降，这个是政府能做的。你政府出台什么政策监管，让这些新能源汽车厂商你少生产一点，你不能降价，这种反内卷没有意义，没有任何用处。政府反内卷要从自身做起，你不能一张打印纸，打印一张要4块钱，这个在网上都有，还有5块的。政府各个街道、各个乡村，动不动就要汇报，就要做 PPT， 1页 PPT 500块，你做个10页的 PPT 就是5000块，那个都是外包给别人做。那你说政府这办公经费那太高了，一个街道办事处1年就做 PPT 的做几十万，这不就开玩笑吗？所以说你在网上能看到很多千奇百怪的反内卷，要从这儿下手，叫反浪费。这个把韭菜的可支配收入要占 GDP 比重要增加，韭菜的收入多了，韭菜它就有这个愿望，有这个能力去消费，韭菜去消费了，厂家才有市场，这时候才能形成个正向的循环，厂家就不需要说一味的杀价卷价格。所以专家说反内卷就能提升企业盈利水平，这给我的感觉好像政府出来喊口号就完了，开个会给比亚迪给几个厂家发个红头文件，不准降价，他们利润就上来了。我所以说不知道这个专家到底应该给这个专家把工资给降了，要么就是裁掉，要么工资直接除以3，或者后面减掉一个0，学一学少一股，把专家的工资后面直接去掉一个0。总之胡适到了3600，但是赚钱的散户、金融消费者还是依然艰难。我们再看这官方报道，新浪证券说，证监会要大力推动上市公司提升投资价值，同时严防利益输送和浑水摸鱼。证监会说，从资产端、资金端进一步固本培元，大力推动上市公司提升投资价值，抓好并购6条和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落地落实，同时严防利益输送和浑水摸鱼，加快推进财务造假综合惩罚意见落地，更好发挥公司治理内生约束作用，更大力度培育壮大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大力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扎实推进公募基金改革，促进
畅通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募投管退循环。这个对中国了解的人都知道，凡是监管机构提倡的，那就说明缺，说明不行，说明这一块还是薄弱环节。大力提升投资价值，那就说明现在上市公司没有投资价值。抓好并购6条，严防利益输送，那就说明现在利益输送很严重。对，你要这么去解读就对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病要治，提倡什么就缺什么嘛，这个大家都懂。有媒体叫投资家看那篇文章，在新浪财经上说8万股民哭晕，暴跌的口子窖，老板一把套现3个亿，说的是口子窖酒是安徽的，也是产了一款酒，说靠股权投资的被动收入生活是很多投资大师给普通人的养老方案，但是对普通人来说，这一方案还是不切实际，而对一些起点较高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种让自己过上舒适养老生活的办法。也就是说，同样一个办法，给韭菜，那就是割韭菜。这个你靠股权投资，股权的增值，靠分红等等的带来收益，给自己养老，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梦想！因为这是个被动生活收入，你都不需要努力的，你就买上多少万股的工行股票，或者买上多少万股的茅台股票，你以后养老高枕无忧。这个想法是不是特别美好？所以一旦遇到这么美好的事情，本身就要值得怀疑。你忘记了作为一个韭菜的本分。你作为韭菜是让人割的，你怎么可能拿个几十万去买个股票你就能养老？但是对于那些镰刀来说，这可是真是个好办法。比如说 A 股白酒上市公司口子窖的实控人刘安沈，退休后频繁减持，就是这一方法的典型案例。这个刘安沈自然属于起点高的那一类人。口子窖老板退休前后几年套现10个亿。口子窖是当前 A 股白酒企业中市值 TOP 10中2家民营酒企之一，对吧？一家是银价贡酒，但是这2家都是安徽的。口子窖最新市值202亿，银价贡酒最新市值335亿。论规模，口子窖与银价贡酒差不多。2024年，口子窖营收60亿，银价贡酒营收73亿，同样是徽酒，同属区域2线，10亿左右的收入之差，导致市值超130亿的差距。文章认为，老板的态度恐怕是一大影响因素。7月21日，口子窖公告，因自身资金需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安沈拟在3个月内减持不超过1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7%。按7月21日口子窖收盘价34元每股计算，这笔减持可套现3.4亿，即使按近期口子窖最低33元每股的价格计算，也能套现3.2亿。口子窖是2015年6月29日上市，上市后的前2年主要是早已赚得盆满钵满的高盛在减持。2008年，高盛以3.55亿元获得口子窖 25.27% 的股权。2016年、2017年连续减持，合计最终套现57亿，暴赚16倍。高盛为什么天天唱多胡适？人家是这么赚钱。胡适在2级市场买股票赚钱，你以为他跟小散、跟韭菜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人家在1级市场赚钱。他在1级市场17年前、8、9年前，2008年3.5亿买了1/4的股权。8年以后，口子窖上市，高盛在减持这个股权，多了没赚，也就赚了个16倍。所以这些猪油蒙了心的这些小散、这些金融消费者，总在胡适里面，这个空手接飞刀，鳄鱼嘴里挑块肉，赚个几%，沾沾自喜，也不看看人家这些机构为什么要唱多，人家是怎么赚钱啊？人家是按多少倍来算。所以高盛他动不动就喊什么牛市来了，他赚的倍数就更多啊，到时候挣个30倍，3个亿买的股权，到时候那就是100亿，这100亿都得金融消费者来接盘呐，要不然人家怎么实现30倍呢？从2018年开始，作为实控人的刘安沈开始减持，2018年套现9284万，2019年套现2.63亿，2020年套现1.8亿，2024年套现2.33亿，合计已经减持套现
7.69亿。此次减持实施后，最终累计套现超10亿。问题是人家就套现10个亿，这口子窖里面还有很多，他还是控股股东，这根本就套不完。目前这个口子窖股价距离2021年历史高点已经暴跌58%。口子窖有8万股民，这8万股民不知道在里面是什么心情，欲哭无泪。说到这个骗局，我们看看这个媒体揭露的专门针对农民的骗局。说2025年年初，河南省渑池县城关居民张老汉收到一个陌生的快递，快递里面有一张宣传页，说他喜获96万国家专项扶贫款。张老汉将信将疑，按要求刷了二维码，下载了所谓的乡村振兴局的 APP， 里面的客服立即跟张老汉建立联系，经过一段时间交流，成功获取张老汉的信任。这个诈骗分子居然通过张老汉来洗钱。大家看视频。我是一个幸运儿，给我发放了96万的扶贫款，需要保障流水，随后我才能把这个钱取出来。其实就是帮犯罪分子洗黑钱，但这个时候他是不知道的。今年年初，河南省三峡市渑池县农民老张收到了一个奇怪的快递，里边有个信封，信封里边有一张纸，上面写的是国家振兴局处断我了，我是一个幸运儿，给我发放了96万的扶贫款。天上真有掉馅饼的事儿？老张将信将疑，心里边也觉得很高兴，可是又很怀疑。上面有公章，有二维码，我当时扫了码，看看有没有这回事儿。扫码后，老张下载了一个所谓的乡村振兴局 APP。下载这个软件以后，上面有个客服自动叫到我，随后把我拉到群里边。在这几天过程中，我看到群里不间断的有人发信息，都说自己领到那个96万扶贫款了。我看了以后，又在网上一查，这个扶贫款这个账号的和网上的账号是相同的，我对这个事情慢慢有点相信了。联想到自己上有老下有小，孩子没成家，前些年搞经营欠了债还没还清，老张内心里对这笔意外之财有了深深的渴望。随后我再问那个客服人员，我说怎么我也能领到这个96万的扶贫款？人家客服专员把我又拉到一个保障群里边，让另一个工作人员给我操作。老张按照客服专员的要求，提供了个人的身份信息和自己名下5张银行卡的卡号。工作人员说，这96万属于大额资金，到账以后银行会把我的账户冻结，这个钱我取不出来，需要保障流水。于是老张按照要求开始配合客服专员刷流水做任务。第一次他们转了1万块，转了1万块，我把那个钱取出来以后，按他指定的账户存进去了9900块。人家给我100块钱，说这个100块钱作为我几天的生活补贴。又过了2天，又给我转了5万块，又给我提出来200块钱，让我按照他指定的账户又存入对方，就是帮犯罪分子洗黑钱。但这个时候他是不知道的。对方告诉他就是走流水，就我们之所以能找到他嘛，就是因为他就是5万元的这笔流水在其他地方，然后被公安机关就是立案了。公安机关发现老张的银行卡涉嫌被诈骗分子用来洗钱后，把他叫去询问。然后就是咱们电话通知他过来的时候，他还在这个期间专门给就是客服沟通，然后对方还告诉他就没有任何事情，我们有专门的一个法务部门会帮你处理，请你放心等等这些字眼。然后那个时候他还是非常相信这个平台是正规平台呢。经过公安机关的耐心沟通，老张才意识到所谓扶贫款就是一场骗局，国家根本没有96万扶贫款这个事情，骗子只不过是利用我的银行卡帮他们抓出那个非法资金。他是属于一种就是在不明知的情况下被违法犯罪分子给利用了，但是他把自己的银行卡已经就是提供给违法犯罪分子使用了。咱们是按照就是反电诈法，然后给他给予了一个行政处罚。老张也有些后怕，幸亏公安机关的及时介入，让他没有越陷越深。大家不要相信这一类事情，天上根本没有掉馅饼这种事。虚假扶贫款诈骗呢，是当前涉诈洗钱的主要套路之一。诈骗分子通过伪造国家机关的一些印章博取信任，然后通过高额补贴、国家专项扶贫款作为内容，一步一步的诱导中老年群体提供自己的一个银行卡信息进行转账，或者通过取钱后转存指定账户等形式进行洗钱。
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任何非官方渠道的信息，不要提供电话卡、银行卡等个人的一个账户信息，更不要参与资金操作，刷流水、走账都属于违法行为。这个张老汉最后得出个结论：天上不会掉馅饼。最后我们再看看胡一进老师，最近东北大学6名大3的学生在央企中金、黄金、内蒙古的一个矿业集团下面一个选矿场参观的时候发生这个意外，全社会都感到震惊、悲痛。其中很多网友、很多人对有关媒体、还有这个企业、还有新华社对于这个事件的通报还有报道，他的用词表示不理解。我记得我昨天做节目也是这么说的，这些字每一个都认识，但是合到一起你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他想表达什么意思。结果胡一进老师今天跑出来给人洗地，所以充分说明胡一进老师他不是个媒体人，他是个宣传人员。胡一进老师这么说的，他说今天我看到有自媒体发帖抨击昨天媒体报道使用溺亡一词是故意轻描淡写，试图减少事件的冲击，我非常不同意这个观点。事故本身极其严重，但是该事故发生于昨天上午10时20分左右，当天晚上正式报道就出来了，这个速度在当下各种突发事件报道中属于相当快的。你看他就是转移视线，网友人家是嫌这个报道你用词你这有问题，他在这扯快，你跟他说1+1等于2，他跟你扯1+3不等于2。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社会知晓这起事故就是通过新华社最初的报道传播开来的，而不是目击者或家属先在网上发帖引起舆情，然后官方才加以确认。就是新华社的报道有问题。如果你对浮选槽，你对这个选矿场你稍微有点了解，你就会发现这个媒体的报道它是有问题。但是好在说这个事故现在已经是提级调查，那我想很快就调查结论出来。调查结论里面要说清楚是几点几分掉下去的，什么原因掉下去的，完了你的施救过程，既然你说是你在抢救，那你抢救过程你怎么抢救的？是先停机器，是打120医务人员过来，还是怎么着？你把这个过程说清楚，什么时候把人从那里面捞出来的？实际上等这个过程这样一说清楚，大家就知道了，所谓的抢救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因为懂的人都知道，那一旦从那儿掉下去没有生还可能性，生还的恐怕是没有掉下去的，抓住了什么。胡一进又说，如果外界给的压力太大，那么以后各大厂矿就不敢接待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参观实习。他说，众所周知，危险因素较多的厂矿接待大学生参观实习一直就不太积极，甚至抵触。一些工程方面的院系联系实习点非常困难。这胡一进老师，你应该呼吁各个理工科大学去这么危险的地方实习的必要性。你跑去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如果十分有必要看，那你这个企业，那你就必然得做好这些学生来参观一套专门的安全规章制度，用于来参观的。我是建议很多理工科就没有必要去那种危险的地方去参观，因为都没有必要看。去这些危险的厂矿、环境恶劣的地方去所谓的实习，就好比把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到了瓷器店，你跟他说，就千万不要把这瓷器打坏了，有什么用？网友通过这个报道，实际上对内蒙古的这家黄金的选厂，他们在安全方面弄虚作假，对这个不满意。格栅去年检查的时候就已经不安全，今年换了一块还是糊弄。胡鑫老师说，老胡绝无给涉事选厂辩白的意思，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的相关负责人在责难逃。我只是想说，对事故的分析和处理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让我们的悲痛的情绪和舆论激流来主导对事情的处理，那样有可能事与愿违，导致一些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后果。我们的社会要不断变得更加安全。胡鑫老师还是从一个宣传人员的角度考虑问题。按照胡鑫老师的意思后面最好把它处理成叫丧事喜办。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